品牌點解做極都做唔起？原因唔係資金，唔係人才，市場都唔係。真正嘅最大阻力，可能就係你自己。大家好，我係導演 Peter 哥，30年廣告導演、碩士班導師、註冊高級催眠治療師，全部嘅 VHBM 內容都可以喺 Linktree 揾到嘅。好多品牌主以為品牌建立最大嘅問題係唔夠錢、團隊唔夠勁或者市場太差。但我用30年廣告導演同催眠治療師嘅角度話你聽，真正最大嘅阻力，往往係有最終決策權嘅品牌主對品牌建立本身缺乏正確認知。品牌唔係 logo， 唔係 slogan， 唔係拍幾條片，而係點樣喺受眾嘅潛意識入面建立持久而穩定嘅心理定位。當品牌主只係用理性、成本、短期 ROI 去判斷影片嘅內容，就等於用左腦去對付一個由潛意識主導嘅人類市場。相反，當品牌主明白影片係一種影響潛意識嘅工具嘅話，懂得用催眠式結構去設計信息，再配合 AI 協助去放大個效率，品牌建立就自然會變得清晰、可預期而且高效咯。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ubscribe 之後留意返 VHBM， 即係影片催眠品牌營銷法則100條嘅免費線上講座，同埋付費線上或者實體課程嘅公告。講座課程會教你點樣用影片同埋潛意識，再加埋 AI 嚟達到品牌營銷嘅超高效益。如果有乜嘢影片、品牌營銷嘅問題，都歡迎留言提問，我會盡量回覆嘅。如果公司需要個案顧問服務，都可以揾我。